有好多人會問，點解會有胃酸倒流呢？第一，胃酸。正常人係有胃酸嘅，而且酸度好高。我哋平時食嘅食物唔會完全消毒，胃酸抵抗病原體，起咗關鍵嘅保護作用。第二，胃嘅結構，食道底有個活躍肌，叫做下食道活躍肌，係一組環形嘅肌肉。當我哋食嘢嘅時候，佢會打開，然後閂翻埋，將食物保留喺胃裏邊。第三，當下食道鬆弛到減弱到足以令到胃酸通過，從而胃酸由胃回流到食道，從而使患者感到不適，呢個就係胃酸倒流。胃酸倒流嘅原因分為兩件事，引致胃酸倒流嘅成因，即係由冇到有，同埋加劇胃酸倒流嘅因素，即係由1到10。身體結構因素，例如食道裂孔散氣，當部分胃經由橫膈膜嘅開口裂孔擠壓到胸腔時候，下食道活躍肌就會鬆弛，從而胃酸倒流。肚腹內壓力升高，包括肥胖引起或者舉重，都會引致胃酸倒流。22項研究嘅統合分析發現，肥胖人群中22%胃酸倒流，而非肥胖族群中大概係14.2%。食煙，1972年英國有一項研究，邀請咗25名有胃酸倒流長期吸煙人士，量度未吸煙同埋食煙之後下食道活躍肌壓力同埋食道內酸度 pH 值嘅變化。結果發現，下食道活躍肌壓力吸煙後顯著下降，胃酸倒流大部分喺吸煙時出現。當年嘅結論係吸煙係胃酸倒流嘅原因。40幾年後，30項研究嘅統合分析發現，吸煙者比非吸煙者較多人有胃酸倒流嘅症狀。藥物阿士匹靈、非類固醇抗發炎藥、雌激素、一種血壓藥、某啲精神科藥物、2種哮喘藥都同胃酸倒流有關。2020年美國醫學雜誌回顧文章，飲食因素或者飲酒可能係加劇胃酸倒流嘅因素，但係唔會引致胃酸倒流。一群中國研究人員回顧咗42篇關於飲食同埋胃酸倒流嘅文章，佢哋歸納出濃茶、油膩嘅食物、飲酒同胃酸倒流有關。呢個陳仔少少頻道就係去揾一啲觀察、理論同埋實驗嘅科學報告，幫大家 fact check， 深入淺出，向各位講解世界嘅少少知識。胃酸倒流嘅病徵就係胃酸倒流。多謝。但係其實胃酸倒流仲有其他病徵嘅，我自己就用身體嘅部位由下而上咁樣去理解，包括胃氣脹、心胸痛、嘔心、吞嚥困難，再上啲氣喘、咳嗽、呼吸困難、喉嚨嘅唔舒服，包括疼痛，好似有嚿嘢頂住，聲音沙啞、慢性喉嚨發炎，再湧上啲會有牙齒腐蝕。胃酸倒流有咩情況要揾醫生？第一，逐步增加吞嚥嘅困難；第二，體重減輕；第三，出血或者有貧血現象；第四，個症狀嚴重，包括發作嘅密度同埋嚴重度增加。胃酸倒流可以引致乜嘢嘅併發症？包括食道炎、食道收窄、食道細胞病變。胃酸倒流揾醫生，醫生會做啲乜嘢？第一，我哋會問症，包括胃酸倒流嘅病徵，有冇可能患上其他嘅疾病，做身體檢查。第二，對於典型胃酸倒流嘅患者，確認冇同期嘅症狀，國際指引建議可以嘗試8星期質子泵抑制劑嘅藥。下一步可以考慮做胃鏡檢查，個目的睇下有冇可能患上其他嘅疾病，有冇其他併發症，例如食道炎、食道收窄、食道細胞病變。其他嘅檢查包括監測食道酸鹼嘅 pH 值、食道壓力測試。總結，胃酸倒流嘅病徵就係胃酸倒流，仲有其他病徵。胃酸倒流如果有紅旗嘅症狀，就要揾醫生檢查。醫生會問症、做身體檢查，嘗試質子泵抑制劑嘅藥，會考慮做胃鏡，目的睇下有冇可能患上其他疾病，有冇併發症，例如食道炎、食道收窄、食道細胞病變，仲有其他檢查。應對胃酸倒流，我為大家介紹治療胃酸倒流嘅方法，分為3個等級：難度、輕度、中度同埋高難度。輕度藥物療法對患者嚟講，最簡單直接嘅治療方案就係藥物。質子泵抑制藥 PPI 係最常用嘅藥。大量數據顯示 PPI 藥物治療對胃酸倒流效果顯著。PPI 有多個牌子，我就用 Explore XPLORE 去記住唔同牌子 PPI 第一個英文字母嘅名。建議喺餐前30至60分鐘服用 PPI， 而唔係睡前食。注意事項：不建議長期服用 PPI。詳情可以翻睇陳仔另一段長期服用 PPI 嘅教學短片。H2 阻斷劑雖然佢效力不如 PPI， 但係仍然能夠減少胃酸，而且改善好多患者嘅症狀。藥物阿士匹靈、非類固醇抗發炎藥、雌激素、一種血壓藥、某啲精神科藥物、2種哮喘藥都同胃酸倒流有關。
中度，避免4個可能加重胃酸倒流嘅因素。戒4樣嘢：一戒睡前2至3個小時避免進食。食嘢之後，我哋嘅胃大概需要個幾兩個鐘先會將食物處理同埋推落下一格。瞓覺之前2至3個鐘避免進食，可以減低患者躺平之後發生胃酸倒流嘅可能性。2戒躺平，抬高床頭，可以舒緩夜晚瞓覺胃酸倒流嘅症狀。3戒戒煙。1972年，英國有一項研究，邀請咗25名有胃酸倒流長期食煙嘅人士，量度未食煙同埋食煙之後下食道活躍肌壓力同埋食道內酸度 pH 值嘅變化。結果發現，下食道活躍肌壓力吸煙之後顯著下降，胃酸倒流亦都喺大部分吸煙時出現。當年結論係吸煙係胃酸倒流嘅原因。40幾年後，有30項研究嘅統合分析發現，吸煙者比起非吸煙者較多人有胃酸倒流嘅症狀。2014年一項大型研究，戒煙可以改善胃酸倒流嘅症狀。Hunt 研究喺1995至1997同埋2006至2009年喺挪威進行，包括所有20歲以上嘅居民都受到邀請參與。超過29000名有胃酸倒流症狀嘅人，除咗藥物之外，同持續每日吸煙者相比，戒煙人士胃酸倒流症狀由嚴重減至輕微甚至冇症狀。4戒避免食用會引發胃酸倒流嘅食物同埋飲料。實驗室研究發現，酒精同埋高脂肪嘅食物會降低下食道活躍肌嘅壓力。護士健康研究嘅數據顯示，每日飲6份咖啡、茶、梳打水會加重胃酸倒流症狀。2020年美國醫學會雜誌回顧文章，飲食因素或者飲酒可能係加劇胃酸倒流嘅因素，但係唔會引致胃酸倒流。一群中國研究人員回顧咗42篇關於飲食同埋胃酸倒流嘅文章，佢哋歸納濃茶、油膩嘅食物、飲酒同胃酸倒流相關。高難度減肥係胃酸倒流中最具挑戰性，但係可能最有效嘅措施。多項研究表明，減體重對舒緩胃酸倒流症狀有顯著嘅影響。2013年一項美國研究追蹤咗332名 BMI 大過35嘅成年人，平均減重13公斤，顯著降低咗胃酸倒流整體比率。有啲患者嘅症狀完全消失。2013年另一項挪威研究同埋2016年一項韓國回顧研究提供咗支持嘅理據。韓國研究特別表明，腰圍減少5厘米同改善胃酸倒流症狀有關。超高難度手術對於連 PPI 亦都冇效嘅胃酸倒流患者，經進一步檢查之後，可以考慮手術治療。結語：治療胃酸倒流嘅方法有好多種，陳仔將佢分為3個等級：輕度食藥、中度避免4個可能加重胃酸倒流嘅因素，同埋高難度減肥5至7公斤。而且有研究發現，戒煙同埋減肥有部分患者胃酸倒流症狀完全消失。陳仔喺準備胃酸倒流嘅時候，翻查咗10幾份文獻，建議閱讀喺2020年美國醫療期刊發表嘅一份回顧文章。我將超連結放喺資料欄。大家對胃酸倒流有咩問題、有咩意見，歡迎喺留言討論。如果你覺得短片有用，請大家 CLS 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多謝。